我想咧從淨土係啲乜嘢，或者淨土係啲乜嘢一個亮光裏面咧，去睇下靈修或者神嘅啟示係啲乜嘢啊？作為一個導言，而跟住邀請大家去喺上晝我哋一齊查經，或者喺聖道神學裏面一啲我哋嘅得到嘅一啲嘅啟發經驗咧建基於嗰樣嘢，再進入我哋自己個人嘅祈禱嘅裏面。淨土係啲咩咧？咁樣我自己好喜歡羅爾Richard Rohr， 佢係一個方濟會嘅神父嚟嘅，佢出好多書嘅如果你自己對靈修有興趣，而又未能夠覺得咧睇 Thomas Merton 啲書咧都唔知發生緊啲咩事嘅時候咧，咁你就應該睇佢嘅書嘅，因為好入屋嘅，或者盧雲嘅書好入屋咁樣。佢話淨土係咩？佢話淨讀嘅禱告咧，並非以人與神之間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嘅一種祈禱。我哋嘅祈禱多唔多係呢一種啊？多啊，可能佔咗80%都係呢一樣嘢，係咪啊？係人同神之間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嘅。另外咧，亦都唔關乎神向神說話嘅禱告。淨土亦都唔係關乎我要同神講啲乜嘢，唔關乎可能我要敬拜佢、讚頌佢，唔關乎我要同佢求赦免、求赦罪唔關乎講嘢。佢係淨土係咩？淨土係一種咧深度嘅聆聽同埋意識轉化嘅祈禱。深度嘅聆聽係咩咧？淨土係一種傾聽神喺我哋內心深處，要對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嘅我說嘅話。喺三學教父裏面咧，淨土或者 solitude 或者 silence 咧，唔係理解為 not speaking。我哋好多時就覺得話去退休要守靜咁我哋就好唔舒服嘅，因為咧唔知要做啲乜嘢，又唔可以講嘢，唔可以做嘢。我哋係被訓練要做嘢噶嘛，係咪啊？當我哋覺得咧唔使做嘢嘅時候咧，我哋好唔自在。其實淨土咧唔係 not speaking， 喺三學教父嘅理解嘅裏面咧係 listening， 其實係聽，係聽。咁聽乜嘢咧？其中一樣嘢咧就聽神喺內心深處對此情此時此刻嘅我咧，佢想講啲乜嘢俾我聽。呢個係，所以咧，其實咧，頭先我哋話淨土，話好安靜瞓覺好舒服唔使做嘢咧，其實係唔係咁樣嘅？淨土其實係非常之挑戰緊我哋一種專注，係聆聽嘅專注。第二咧就係意識轉化嘅祈禱，呢個更難頂，就係乜嘢咧？容許神改變我對我自己同埋我眼前現實嘅想法與觀感。其實咧淨土咧係邀請我哋咧去聽神此時此刻要對我說嘅話，唔係聽咗就得，聽咗紮資訊就得。我知道呢個係蘋果，呢個係 A， 呢個係 B， 唔係係容許神改變我對我自己同埋我對我眼前現實嘅想法與觀感。如果我哋用翻頭先彼得嘅經文，耶穌同彼得講咗啲嘢嘅，係咪啊？其實呢度你要嗡到耶穌所講嘅嘢咧，你係要容許耶穌所講嘅嘢咧，改變你眼前對現實嘅想法同觀感。大家認唔認同啊？你先能夠真係嗡到嗰樣嘢。大家呢句明啊？呢位14世紀道明會嘅sister Catherine of Siena， 佢話咧祈禱係咩咧？禱告唔係祈求這樣祈求那樣，乃是讓基督在我心靈裏工作，使我們成為另一個他。禱告唔係祈求依樣祈求嗰樣，或者我一紮嘅問題，神你幫我解決。祈禱係容許神喺我心靈裏面工作，以致我成為佢另外嘅一個他。
咩意思咧？當你容許神改變你對自己同埋眼前嘅想法，用佢點樣理解你，同埋佢對眼前嘅想法一啲嘅事實，成為你裏面嘅咧，你慢慢會成為另外一個他。禱告係咩咧？成為另外一個他嘅意思就係咧，我要咧交出自己嘅依據。如果你睇我嘅筆記，經歷一種咧去我嘅深度嘅改變、更新同埋轉化。禱告其實係要投入我呢個有限嘅我，或者我嚟到呢一個階段嘅我。呢個我裏面有好多我嘅想法、我嘅觀感、我嘅價值觀，我嘅限制嘅裏面睇到事情嘅一啲嘅理解，各樣各樣。容許呢個我去同上主相遇嘅時候，經歷上主自己向我嘅說話，去改變我，有一種咧去我嘅經歷，以致我能夠成為另一個嘅他。而真正喺禱告嘅裏面咧，呢個係我哋朝向終極嘅目標。我想喺度停一停，講咗一啲好靚嘅理論定義啊。同工們，你嘅禱告生活經歷幾多喺呢一啲嘅旅程啊？你嘅禱告係點㗎？喺你信主咁多年，你嘅祈禱生活有冇呢一啲部分㗎？你生命結出幾多個成為另外一個他嘅果實啊？我想從靜禱係啲咩咧落去，咩叫靈修？呢位 gentleman 大家識唔識佢係邊個啊？係啊，羅雲威爾斯。咁佢咧係Rowan Williams。其實咧佢係英國聖公會前坎特伯尼大主教。咁伯納大主教咧，其實佢哋牧養咩嘅咧？就係牧養皇室嘅人嘅。大主教佢話靈修係咩咧？佢話基督徒嘅靈修生活係咩咧？佢話咧就係咧與基督相似。基督徒嘅靈修生活咧係與基督相似。當然頭先講到係靈修可能畫返一個quality time 出嚟去安靜去祈禱。我可以講話嗰個係一種叫做屬靈嘅操練。屬靈嘅操練，或者頭先弟兄講嘅藉住聖經去體會到神想同我啲乜嘢，我話呢個係一種屬靈嘅操練。如果我去到一個更大嘅一個嘅靈修嘅一個理解概念嘅時候咧，我哋會話咧，其實靈修係咩咧？基督徒嘅靈修生活指向嘅咧，或者基督徒嘅靈修生活個精神，或者最根本嘅內涵係啲咩咧？就係與基督相似。我哋嘅靈修生活應該係讓我哋走向咧與基督相似，或者咧更加活現呢個嘅基督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而當我話咧與基督相似嘅時候咧，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在乎嘅咧係人嘅悔改。與基督相似，在乎個係你生命嘅悔改，在乎你內心整個嘅系統嘅更新同埋轉化。所以咧，佢唔能夠咧透過知識嘅學習咧得到。你讀好多神學讀咗 PhD 或者讀好多主日學，上好多主日學，知道好多聖經嘅知識，唔代表你同基督相似。大家認唔認同？亦都唔係透過你模仿耶穌基督嘅行為模式、表面嘅功夫咧，你得到與基督相似。大家明唔明我呢個講緊啲乜嘢？你唔好諗住似層層，外表做足晒嗰啲嘅嘢，你就與基督相似。你得着基督，
或者基督喺你生命裏面作主，其實你自己知嘅，你自己知道。與基督相似，亦都唔係透過呢一樣嘢，其實係要透過咩呢？內在生命深度嘅改變嚟達至。基督徒嘅靈修生活，其實就係不斷生命嗰種嘅悔改，深度嘅悔改，或者不斷容許你裏面點樣理解自己、理解事情，係以上帝自己嘅視野價值觀，以致你與基督相似，以致你成為另外嘅一個他。如果從保羅嚟講呢，就係不斷死於自我，成為基督嘅模樣。其實基本上我哋整個嘅信仰呢，根本就係成聖嘅路。呢樣嘢對我哋唔陌生嘅，係咪啊？加爾文我哋講緊，我哋根本一生就係一個成聖嘅路，不斷就喺一個治死老我同埋新我嗰個嘅成長嘅裏面。而一樣嘢從來都唔係靠你知識嘅增長，唔係透過學習。但其實咧，我哋基督徒好中意透過學習嚟生活嘅，唔夠啊，再學多啲，學多啲咯。我哋透過學習，因為透過咧表面嘅行為模式，以為我做咗呢啲，做咗呢啲啦，我就得着我嘅基督。其實都唔係，係你嘅老我不斷致死去。所以大家你去回顧下，係啦，信咗主咁多年，你有冇覺得你自己幾多嘅老我係死去咗？有幾多係一個不斷一個嘅新我喺你生命裏面去呈現啊？定係你信咗主咁多年，你都冇變過咧？真正嘅自己，呢個值得大家我哋去深思去問。所以我有一篇文喺中村通訊嗰度講過靈修係咩？基督徒嘅靈修生活最為關鍵嘅標記，唔係我做咗啲乜嘢，知道啲乜嘢，而係我讓基督耶穌喺我裏面成形，直至我成為基督嘅模樣，與基督嘅形象一模一樣。呢一個同頭先淨土嘅定義好有關係嘅。大家如果聽得明我講啲乜嘢，其實係一循出一致。我好喜歡呢一位嘅美國嘅聖約瑟會嘅神父羅約伯戴金迪神父，喺佢一本嘅小書講喺基督裏成長呢本書佢裏面，佢話基督徒嘅生命成長係咩咧？所指嘅係咩咧？咁樣佢呢句說話咧真係好難頂嘅，讓基督隨心所欲。讓主完全生活喺我裏面，並佔有一切。基督徒生命嘅成長指向嘅係咩呢？或者最終我話我與基督相似，我哋成日好識講學校基督噶啦，係咪？應該嚟緊你應該有個呢啲咁嘅口號嘅，係咪啊？與基督一相似，學校基督效法基督咁樣，好靚嗬！哇，好 beautiful 咁樣。咩意思咧？係讓基督隨心所欲，讓主完全生活喺我內，並佔有一切。呢個係加拉太書所講，現在嘅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裏面。哇！原來靈修係咁噶，效法基督係咁嘅意思啊！係啊，原來係咁嘅意思。我哋幾咁願意，或者真係我哋嘅靈修生活係一種嘅生活。當咁嘅時候，喺靈修生活裏面咧，靈修就唔係思考神、談論神，將神咧當為另外一個他。喺靈修生活裏面，基督徒嘅靈修生活咧，我哋就唔係思考神。咩意思係思考神？研究嘅對象，一個議題，
係咪啊？佢唔需要掂我條命嘅，討論佢係點可以嗱，唔係話思考神討論神唔重要啊嚇。神學裏面我哋處理緊好多呢啲嘢，但喺基督徒嘅靈修生活裏面，如果我頭先係朝向嗰種更加讓基督喺我生命裏面成為另外一個他嘅時候，如果佢只係我思考嘅對象咧，你係去唔到呢一種靈修生活嘅成長嘅，得唔得啊？你好多時喺你嘅靈修生活裏面，神係咪你思考嘅對象啊？同埋當你思考嘅對象咧，佢就係 it 嚟嘅，就係一個課題一啲嘅理論，一啲嘅概論，唔係咁樣。另外亦都唔係談論嘅神，亦都唔係一個你去談論，因為呢一啲咧都係將神視為一個他，一個議題，一個嘅課題，一個嘅概念。喺靈修生活裏面咧，神係一個主題，係一個你，佢介入我哋嘅生命嘅裏面，佢臨在於我哋呢一個此時此刻嘅，並且咧我哋係要容許佢咧介入我哋生命嘅核心，就好似頭先咧耶穌同彼得對話咁樣。頭先有姊妹同工講得好好啊，哇！其實都唔係好想答佢嗰條問題啊。你話我，你說我是誰咁樣？其實真係一種咧同我對質嘅，其實係一種生命。所以其實頭先有姊妹講話唔係好想答，其實明白嗰種味道嘅。其實喺禱告靈修生活嘅裏面咧，神係一個主體成為當下嘅你，介入我生命嘅核心同我對質，並且我係願意被神帶住走到佢自己嘅領域嘅當中。你用翻彼得頭先段經文，我諗你有啲體會。你會有啲體會，其實基督徒嘅生活其實就係咁樣嘅一個生活。同工們，你幾時經歷過神係一個主體介入你嘅禱告生活裏面啊？你嘅靈修生活裏面，你有冇真係願意開放你生命嘅核心，讓上帝同你去對質啊？